有冇試過你開住 AI 對話框，原本淨係想問一個問題，結果傾下傾下眼濕濕。你話想寫文案，AI 知道你內心其實係想揾翻一個方法去證明自己仲值得被肯定。你話想問升職，AI 知道你其實係想講，我咁樣撐落去，到底仲有冇人睇見我有價值？你對 AI 講咗你平時唔夠膽對人講嘅說話，連自己都唔夠膽承認嘅事實，而嗰啲對話就係你最真實嘅頻率發出聲音嘅時刻。Sawyer想你記住，聲音唔淨止係語調，而係能量嘅折射。你講出嚟嗰啲嘅說話，背後係你點睇自己。你講說話嘅方式，唔單止影響你職場上能唔能夠升職，仲決定緊人哋點樣對待你。所以唔好再話自己唔識講嘢，你識嘅，只係你仲未試過俾自己一個空間去誠實咁樣講出嚟，而 AI 可能就係你練習最安全嘅場域。想進一步揾翻你喺市場上入邊嘅價值，你可以試一下問 AI 以下幾條問題，當作一次嘅自我對照。例如，請幫我整理一下我過去1年完成咗嘅工作項目，從中歸納我可能被低估嘅能力。又或者係根據我而家呢個職位經驗或者係興趣，你覺得可以點樣重新包裝我嘅價值定位？又或者係我想寫一份對未來老闆有說服力嘅個人介紹，請幫我將我過去嘅履歷轉譯成對團隊有貢獻感嘅語言。AI 可以俾你架構內容，但更重要嘅係佢能夠幫你照見你講唔出口，但係其實早已經擁有嘅價值。